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的人讲学台语无简单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的物件已经超过咱目前的生活体验。今仔日介绍的字就是其中一个例，因为一望年随要5月，刷来早冬6月冬就会当收啊。一个收成了就会骨头，可能就会用到6搭。就一句话讲，6月6大水车拍6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6乐악6第8条。古早有台语字典写讲，这字是读作绿，或者是拿。解释讲，这是白淡土的鸟，或者是一款的石卵，用来养蚕养好白，就较好种作，就是6搭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6搭，这是一款的农具，做蚕用的家私，会当用来地土、地草啊，来犁蚕骨头。甲土骨头平个软，外形看起来就亲像是日字形。中有一桶圆筒，中心有这个撇仔。头前用牛来拖，人徛伫后壁，用双脚来搭，增加重量。用这款的农具，咱讲是拍6搭。第二个词读做6搭草。台语字典解说，这是一款的旱药，是金花科，还有叶啊、花茎都会当抓来食，治疗发红甲淋病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一个落雨，规片田发出6搭草，发甲真旺。也毋过对种田的人来讲，这款草也无效，会拍6搭。这个6搭草就会踏入去到土里，无的确就会成做天然的肥料。今仔日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6第8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